以斯帖記第3章，哈曼陰謀殺滅猶太人。亞哈隨魯王12年正月，就係尼散月，人喺哈曼面前抽普珥，普珥即係籤，要定何月何日。抽到咗12月，就係亞達月。哈曼對亞哈隨魯王話：有一個民族散居喺王國各省嘅民族中，與眾不同，佢哋嘅律例同萬民嘅律例不同，亦都唔守王嘅律例，所以容留佢哋對王冇益。王如果覺得係好嘅，請下諭旨滅絕佢哋，我就捐10000他連得銀子交俾管財政嘅人，納入王嘅府庫。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，俾猶太人嘅仇敵亞甲人哈米大他嘅兒子哈曼。王對哈曼話：呢個銀子賜俾你，呢個民族都交俾你，可以照你眼中看為好嘅待佢哋。正月13日，王嘅一啲書記受召而嚟，照住哈曼一切所吩咐嘅，用各省嘅文字、各族嘅語言，奉亞哈隨魯王嘅名寫諭旨，又用王嘅戒指吸印，傳俾王嘅總督、各省嘅省長，以及各族嘅領袖。詔書由信差傳到王嘅各省，限令1日之內，就係喺12月亞達月13日，將所有嘅猶太人，無論老少婦女孩子，全然剪除、殺戮滅絕，並搶奪佢哋嘅財產。呢個諭旨嘅抄本以敕令嘅方式喺各省頒布，通知各族，預備等候嗰一日。信差奉王嘅命令，急忙起行，敕令傳遍咗書珊城堡。王同哈曼坐低飲酒，書珊城堡卻陷入咗慌亂中。